有一个进前捌做前国安会秘书长蒋惠国的秘书姓赵的查甫人，伊去用指控讲，伊甲2个退役的军官，近6年来，甲几啊个退役的军官牵线，互因去中国接受招待，宣传统战的思想。检调伫11个时阵发动搜查，证实了后，伊违反国安法，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官决定以50万至60万交保，检方不服，准备要提起控告。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一直有动作。伫台湾人民共产党成员林德旺去互指控接受中国的指示，涉嫌影响台湾的选举，宣扬共产理念，互以反渗透法起诉。也拿陆军退役上校熊德温去互中国吸收，签署中共投降承诺书，轰判重刑，又去互检察院担协。即嘛，佫传出捌做前国安会秘书长蒋惠国秘书姓赵的查甫人，甲2个退役的军官违反国安法等的罪嫌，去互检调约谈。经法院裁定，助姓及刘姓被告均以新台币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孙姓被告则以6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承办检察官不服裁定，将向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提出抗告。检方侦查，为6年前开始，姓赵的查甫人甲退役的将领牵线去中国等的所在接受招待，也佮有接受统战的思想。细老甲细孙退役的军官，透过退休军人协会运作，资金帮助社区形态选举活动，支持特定的总统参选人甲立委参选人。检方向法院声押3个人，法官通知交保候传，检方会提控告。因人艺人归亚瑞因小妹担任协会行政。证实了后，无立做被告。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是个法治的社会。假设情况赶快依法侦办，也希望依法行政，但也不要故意去罗织他人的罪责。台湾呢有反渗透法，我们一定要能够及早破获这种中国利用渗透的力量来渗透台湾的各行各业，甚至影响总统大选。调查立委认为讲，中国对台湾渗透的工课唔捌停歇。尤其是总统大选都要到啊，想要透过渗透来影响大选，希望国安甲检调单位会当以国安五法、甲反渗透法，都仿照证据，该办就办。记者综合报道。